2010年，6个中华地区的高中生，伊也都用真简单的方式对台北进入中华。一个想法认真来访，伊咧本人喊做係台灣新聞學之父的中華學人。100年前，19歲來訪對台北行進入中華。過後，佢用20藝術漢詩寫出這樣是台灣的風土民情，還有對待人民的關係。我覺得賴和壯遊這個東西的意義，就是高中生對這塊土地的那種感覺。哇，沒有做過這麼冒險的事情，好酷哦！我帶你走過去，我再走回來。政府安尼做就是咧切斷農民跟土地關係。我還是覺得這個時代的速度太快，我沒有辦法想做我真的想做。